倒来看这个民众党立委的当选人黄国昌公开家己的后一步，讲伊除了来签民众党2年条款之外，所落来2026年真有可能会去选县市长，要选倒一个县市，伊就无讲咯。不过过去一度传出来讲，民进党内有这个黄珊珊、黄国昌双黄连线，2026年要选双北市长的呼声。即摆黄珊珊讲，伊会过来选台北市长，所以黄国昌是不是就是选新北市长咧？嘛引起着关切。说2026年会不会去选地方首长？我会很明确的跟你讲，绝对有机会。黄国昌甲当爱立法院头一摆讲到伊2年后要做立委，要投入地方选举。那你自己的属性最适合哪里？还是都会区可能很好？讲这个都太早了，因为你现在逼我讲，就是限制我发展的可能性。无讲要选对，也毋过黄珊珊早就伫民众党的第三选区，伊讲佮要挑战台北市，那呢黄国昌上有可能会伫倒选，无的确为伊选后的活动，对党看出来。这个活动就是聆听小草的声音。目前就先开放这3场的报名。1月底开始，7天有5天拢伫新北、板桥、中和、新店、新庄甲淡水行透透。这个走地方敢若是有意思要选2026年新北市的市长，是个也对手是上哪力嘛拢有热门的人选。会担心李副市长被抢走吗？我们就是一个团队，我们大家都会全力以赴，在岗位上面为市民来服务打拼。今摆国民党有可能的人选是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另外新北现任的副市长刘和前嘛捌红点名。若民进党是有可能推出参像立委苏卡辉或者是林淑芬。伫立委的选举，因的地位拢健在，其中苏卡辉要接任老爸苏贞昌的位，嘛毋是无可能。面对沙拉个选举策略，民众党想要为地方包围中央，为里长开始顶进地方，为后一个世党做好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